节目。咱所有的游戏，拢是100%台湾味的。台湾的文化。红船游过溪，紧来手头香。高山海天顶，天顶消耗太济溃烂啦。甘露悠悠海，会使连续跳就跳过去，但是敢若代志毋是我想遐尼简单。珍珠建议茶，肌肉较无动头，体力分配了无够。麻将点成果，第一届感觉地球的起来也袂掉安尼。玉山拼关家，看我的手，真正是无人。青木探上天，原本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代志，搁背得了。全台湾上勇的小红丸，伊嘛是常常去健美啊、健体的比赛。来，哇！他挑战的是第2个的甘露。哎，问一个，问一个。我是浩辰，今年25岁，我即摆是个护理师。因同事理也甲我讲食饭食到一半会牙骨去。哇！一定要甲拼到上尾啊啦！这就是 patient 的意思啊。patient，敢那叫的够手，妈呀，我无会。这不是比赛，这是咧表演啊呢。感觉你跳舞甲咱这个比赛，你有啥物优势？我惊我会过关。你惊你会过关？我有超油饭甲做街头健身，我要证明互大家看，我嘛会使过关。本体是咧真皮啊的，规工哦，伫咧山顶走来走去，连出的汗草。这个抓，所以真正变面诶。啊，魔术师的虽讲伊真会晓变魔术，但是即摆做的拢是真正的比赛啊。在乎你看起来，真正是一个吼力量正大的花术的工人，是一个体育老师啊，伊的专长吼就是极限体能。老师，比赛加油！加油！我叫林君豪，43岁，我今日目屎做油菜的头路。油菜嘛吼，啊，可以当家己的身躯练到遮尔啊用啊呢。我做爱算斯巴达这个比赛，斯巴达内底有一寡存在的障碍。油菜吼，今日伊要上坡的所在，就伫咧咱的终点。业绩也是节目的工作心。我看大家的表现，想讲我应该嘛会使。咱节目的希望啦！这敢无度？只要你感觉你有法度，你就真正有法度啦！吹落！来，不当全台湾上厉害的工作生啊！江向晴，业绩也是做总行的，感觉你上厉害的是啥物？上有力的所在。哇！这莫办，这唔好安尼啦！哎，要位下卡咧，要位下卡咧！对哦，爱海，丢！演艺界骄傲，咱演艺界代表。阿 Ken 哥，平常时敢有咧运动？有呢，我来就是爱台啦。厉害哟！比你的大腿更较漂亮。你更加比我的大腿更较粗。第二个天顶是第二粒。伊卡死啊！安怎休嘛休袂过。大杯，要起杯，加油大杯！加油哦！我感觉我家己哦，今日要互艺人见笑。青春的希望来啊啦！我感觉我一定爱过啦，因为大家拢无过，如果我无过，我退出演艺界，一定爱过关啊！这部你有自我个训练别项的吗 bodybuilding and street workout, yeah. Street workout 哦，给头Street workout. Oh, I was fucking man. Come on, wow, son, work out like hard, man. Working out in the freaking gel, yeah. People call me son 'cause they ain't do around. Crazy. 就跳了。 Do you think you can complete all the games? I don't know. Yeah. I'm gonna do my way. Oh, chilling. Gotta hurry up, man! Hurry up! 挑战家己啦！我自细汉我就是体育选手，迄压力活动呢。明庆华，伊的体脂率敢若6%尔。我爱做一个上缘投的选手。袂使去拖啊！袂使放弃，袂使放弃。为着咱艺人的尊严来拼啦！艺人来参加这个节目，大家看阮，敢若是来耍。我相信观众看到艺人，无看好阮啊，你的精神嘛是要发挥出来，你会动去你甲顶悬。
身为艺人有这样好的舞台，真正无想要放弃的。Stanji, I know everybody is watching you. Try your best. My mom said that I was a winner in her house. 你唔是我丢手，我一定会赢。今日是第一个艺人过关的，我做第一位过关的，第一个过关的艺人会出现无？观众票，第一个过关的台湾的艺人。我是张good，挑战家己，坚持到底。我看你这个屈蛇棍啊，平常时有咧拍棍哦。我真介意拍棍。我国中的时阵是钓竿，钓竿我来到这个舞台，10年的时间，我希望参加这个节目，会当鼓励无自信、无勇气做想要做的代志的人。林丽晶也既也是有书，还有更讲老书。你平常时做有书，嘿，刚好咧运动。我平时伫咧耍竞技钢管。哎呦，你直接扭手啊！哦，你速度足紧的，这款速度，哇，足水的啦！其实我嘛是真欢喜，因为我超过我原本的期待。我是自细汉就是学跳舞，正前疫情的时阵，我去互头家洗头路，都无工课我都想讲无我来去运动好啊。哦，我去迄个鸡母皮呢。伊面对这人生的挑战，是无可能去用拍败的啦。我咧练运动，对我的压力是最大的。这个比赛吼，到即马为止，体重上轻的伊敢若44公斤。开始足丢丢的，因为我感觉这是大波人的战场。我一个查某囡仔来，我感觉我嘛袂赢。今仔日有互家己惊着，我感觉来遮足好耍的嘛，足有价值。我叫王中安，我是一个跑步教练。平常会关。安尼，就个安尼，人客啊，哇！就搞的，哇！嘛是轻松过关。哦，直接跳落来。哇，变速度。哎呦，跳诶！来到监督。来，冇溜了，你的脚懵掉啊！你的脚去懵掉，头一位懵掉咱监督的，你的脚去踢掉我有哦。有踢到迄波动呢。你惊我啊！结果你直接给我走起来。你的脚到底是？我即马有食止痛药啊。医生讲袂使比这个比。嘿，是。好，伫咱的心目探上天，我小武星有法度写作是咱第一个过关的选手无？武星加油！武星，你点要过关了？要紧一个，搁紧一个，你点要过关啊？内底所有的选手年岁上大，只我要证明一件代志，就是年龄唔是敢若一个数字尔啦。伊即届我会尽全力去摕到即届50万，然后去挑战更较大的梦想的舞台。谢谢你啦！你是要比赛？一定爱啊！我无想要放弃，所以我想要证明给我母看讲，其实因囝是一直以来拢是做努力，坚持要参加比赛。哦哟，谢李生，认输，肯认输啦！我拼甲呢，这个精神你感觉？真正就唔甘的。你我了解到讲，这个节目的真正的精神是啥物？这是我无想过的结果。对我家己真希望。要不要放弃？来 ENT，快点 ENT，来快点请 ENT 进来。